大家好啊，我係中山房探黃探長文傑啊。我深耕中山市翠亨新區錦繡海灣城呢個片區咧，足足都有10年一個時間，專做本地嘅一個二手房啦，同埋一個洋房筍盤買賣嘅，熟悉每一期嘅樓盤、小區配套啦，同埋一個業主嘅心態啦，同埋一個市場行情嘅，專門服務各位嘅香港、澳門街坊過嚟中山呢邊置業。好多港澳街坊咧過嚟錦繡海灣城呢邊睇樓啊，執二手筍盤最大嘅顧慮永遠都係異地買樓，怕踩坑，怕冇保障，同埋一個怕白花錢啊！來回中山港澳咁奔波咧，最怕就真係睇啱心水靚屋，交咗中介費啦，然後最後因為貸款資料啊，同埋一個業主嘅問題啊，導致交易唔成功啊，佣金直接打晒水漂，真係非常之蝕晒底啊！即係我真心提醒所有想喺中山置業嘅港澳朋友啊，而家執錦繡海灣城呢邊嘅二手筍盤咧，千祈唔好只睇價錢平，價錢平固然係吸引嘅，但係交易穩陣、安全又兜底、全程有保障嘅，先係異地買樓最緊要嘅事啊！今年錦繡海灣城咧就超多業主啦，即係有好多誠心急放啊！大量高性價比嘅二手現樓啊，筍盤流出，全部真實可見，可以見到嗰個實樓嘅實體嘅採光啦，同埋一個樓區啦、小區嘅環境啦，同埋商業交通配套，真係可以做到一目了然咯。自住、養老、週末度假啦，真係都非常之適合嘅。特別係呢1-2年啊，有好多港澳嘅街坊咧過到嚟錦繡海灣城呢邊置業嘅，所以咧就多份留意咯。畢竟係跨城置業咧，變數真係好多，銀行貸款啦，同埋一個首批唔過啦，資料核驗出錯啦，同埋一個業主臨時反悔啦，政策變動啦，過戶同埋一個受阻嘅。普通有啲中介嘅話咧，淨係會有一個好圖畫大餅，即係一旦出現問題嘅話咧，佢就會有個推卸責任啊，即係佣金絕對就冇得退翻俾你嘅。但係你揾到我哋本公司背後平台嘅話咧，或者揾到我咧，就完全可能就做到唔一樣咯。我深耕咗海灣城10年，就人做事真實可靠，即係絕對唔會同你去透露。再加埋一個貝殼平台官方7大安心服務啊，即係白紙黑字寫晒喺度嘅，平台兜底，全方位保障各位港澳街坊置業權益嘅。第一點就係我哋呢邊可以做到，就係話真實房源啦，就係如果發現一個假嘅，必賠。平台所有房源100%真實，杜絕假筍盤、假路套嘅。同一個發現假房源嘅話，即刻賠付，絕不欺負，絕不欺騙客戶嘅。第二個就係資金存款啦，保安全大額房款，定金全部走向官方資金監管一個賬戶，絕對唔會經私人手，杜絕資金風險嘅，1分錢都絕對做到安全咯。然後到第3點啦，絕對唔會食到差價，因為作為一個中介公司嚟講，差價呢個2個字咧就真係好敏感啦。我哋呢度可以做到有必反，全程透明交易，業主賣幾多，客戶俾幾多，公開透明，一旦發現賺取差價全額返還。然後第4咧，交易唔成啊，全額退還佣金，包括有貸款啦、唔批嘅資料問題啦，同埋協商無果嘅無法過戶到呢套二手屋，只要交易唔成功，中介費1分唔收，全額退還。然後第5啦，過戶網跑補貼路費，如果我哋係專業問題導致你白跑一趟，過戶受咗，平台直接補貼路費唔死，街坊蝕底啊！就第6點啦，有啲物業咧佢就欠費，我哋本公司或者本平台啦就可以做到先行墊付，前業主佢遺留嘅物業費、水電費欠費，配合先行會將幫你墊付，唔使新業主咧承擔舊爛賬。到第7點啦，當你收到一個二手屋，你要收樓嗰陣時，如果你話發現咗房屋漏水啦，同埋一個等等嘅問題啦，我哋都會做到一個保障。交易前如未告知你呢間屋存在有漏水問題嘅話咧，我哋呢邊咧係有責任咁樣去幫你去賠償呢一筆費用、維修費用嘅。呢7大安心服務並唔係話口頭講講，全部都係背後官方標準寫入個合同，平台兜底。所以港澳朋友啊，過嚟中山買樓投嘅就係慳時間同埋一個慳心機同埋一個踏實啊！10年深耕錦繡海灣城，專就二手房，專注服務港澳街坊。想零風險嘅穩陣執
終身筍盤嘅，不妨試試同我傾傾。再見。